家人們，我而家真係就係撐唔落去啦！我今日先至27歲，就感覺好似已經嘗盡咗人間嘅絕望。我連續10幾日都冇辦法好好嘅瞓一覺啦，亦都唔怕你哋笑話。我而家連幾十蚊都攞唔出嚟。想當年我都係風光無限，係4間公司嘅老闆。嗰時候年輕氣盛，覺得自己無所不能，但入面有住錢就開始盲目擴張，諗住大幹一場。邊度諗到疫情加上無知同朋友嘅欺騙，將我嘅一切都毀晒。近年嚟，隨住中國經濟持續惡化，每月收入喺人民幣3500以下嘅超低收入人口逾6億，約佔中國人口嘅一半。隨住房價暴跌，新型窮人正喺深圳、上海等大城市蔓延。佢哋看似衣着光鮮，但就因為負債累累，生活拮據。喺經濟急速衰退中，大陸迎嚟集體返貧時代。今日我哋就嚟傾一傾中國遍地係窮人嘅呢個話題。近日大陸春季學期開學啦，由於外部大環境影響，有啲家庭收入水平下降，再加上學費上漲等因素，部分中國家庭面臨住供養孩子上大學嘅經濟壓力。一段女兒向父親要學費嘅影片喺網上熱傳，引起廣泛關注。儘管有網友質疑該影片嘅真實性，但其背後反映嘅大學生經濟壓力問題就係真實存在嘅。影片內容顯示，女兒話俾父親聽，開學要交7500蚊學費。佢話：爸，我嘅學費錢你咩時候俾我啊？我已經講咗幾次啦，老師都催我啦，必須要交學費啦。全班就我一個人未交學費，每次學費都係我最後一個交，老師每次都催我，搞到我一啲尊嚴都冇，真係煩死人啦！我唔要面嘅咩？父親話：我最近確實困難，你唔好急，我打電話借一下。老爸，你快啲好唔好啊？我去借一下，我等陣我仲要返去上堂㗎，我特別請咗假出嚟揾你㗎。我借啦，呢2日確實困難。喂，鋭哥啊，你好啊，我係亞男啊，男哥啊，最近我手頭唔寬裕，屋企孩子上學，呢個學費呢2日有啲湊唔齊，你可唔可以幫下我啊？7000蚊，你睇可唔可以先預支一下俾我？我回頭過幾日諗辦法俾你。我呢邊手頭都唔寬裕喎。冇啊，唔寬裕。5000有冇呢？2000都冇，200都冇。好，咁你先忙啦。於是阿男又打電話俾另一個朋友借錢，對方話：你之前向我借咗3000蚊仲未還，我咁難都冇催你還錢，我而家已經好難啦，你知道啩？聽到呢度，阿男話：咁我再諗辦法啦，然後就掛咗電話。個女聽到呢個對話之後，情緒更加激動。你要我輟學啊？我唔上學啦咩？阿男話：你同老師講一下，寬限幾日再交學費。老家嘅甘蔗長出嚟啦，再等幾日賣咗甘蔗可以湊上學費。個女話：學校又唔係老師開嘅，老師都係例行公事。阿男繼續安慰個女話：你唔好急，唔好急，我幫你諗辦法。我下晝打個電話俾你三叔，向你三叔借錢。我砸鍋賣鐵都要將你嘅學費湊出嚟。個女已經聽唔入去啦，急躁咁話：我唔理，反正我今日必須要得到錢。影片曝光後引發網友熱議，眾多網友認為影片內容反映咗部分大學生面臨嘅經濟困難，並同情呢位父親嘅處境。亦有網友質疑影片嘅真實性，認為可能係段子。但唔少網友認為唔理影片係真係假，但咁樣嘅家庭喺現實生活中並唔少見。除咗學費，大學生嘅日常生活開銷亦都不斷上升，尤其係喺1線同2線城市，租房、餐飲、交通等費用對經濟狀況較弱嘅家庭嚟講係一大挑戰。我閨女考上咗950，我將閨女學費都賠晒啦，真係冇面見佢。我前2年開咗間燒烤店，錢賠晒啦，我將層樓抵咗出去，而家都唔敢計爭咗幾多錢。舊年姑娘開學嘅時候，我仲未湊齊學費啊，總唔能夠因為交唔上學費唔俾佢返學啩。當時多虧親戚介紹，叫我去跑閃送，跑咗1個暑假先至啱啱將學費湊齊。而家跑咗1年幾啦，一直喺度跑，邊供姑娘上學邊還債。我而家嘅心願就係希望姑娘能夠好好讀書，畢業能夠揾個好工作，唔好同我一樣就得。上咗大學，你會發現50% 嘅家庭供起一個大學生，有啲供得好困難。你知道供一個大學生讀完大學需要花幾多錢嗎？以公辦大學為例，幫大家計一下。首先係學費，1年5500蚊，
4年就係21,000，住宿費1年800， 4年就係3200。最大嘅支出就係生活費啦，一個月1500，一年俾10個月嘅生活費，4年落嚟就係6萬。上大學啦，手機同電腦係肯定需要買嘅，總唔能夠一直用室友啩。一個手機2-3千，電腦5-6千，至少仲需要8000左右。如果你嘅小朋友喺省外返大學，來回嘅路費係一筆唔少嘅開銷，4年都需要5000左右。喺大學仲有一啲其他嘅費用，譬如資料費、買衫、考駕照、出去旅遊等，4年落嚟至少亦都需要2萬左右。咁樣一計，供一個大學生讀完大學就需要10幾萬。對於普通家庭嚟講，10幾萬亦都係一筆唔少嘅開銷。如果喺大學談過戀愛或者上嘅係民辦大學，咁樣使嘅就會更多。呢個只係讀完大學嘅費用，要再加上小學、初中同高中嘅費用，至少係要幾十萬啦。所以我哋要理解父母嘅唔容易，亦要把握好人生中最美好嘅4年。中國社會保障學會舊年10月喺佢嘅微信公眾號上發文，根據中國2023年個稅清繳數據報告，分析各社會群體嘅收入狀況，推算每月收入喺3500元以下嘅低收入群組超過6億人，而年薪喺100萬以上嘅僅有70萬人。中國知名金融學者賀江兵認為，該文係根據官方報告嚟分析，因此數字相對嚟講非常保守。中國實際嘅低收入群體相信比該文中嘅數字要高得多。佢話呢個係一個高收入非常少、低收入非常多嘅金字塔形，呢種社會結構非常唔健康亦唔穩定。無論係窮人定係富人，而家就係集體返貧，根本睇唔到希望。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曾喺2023年12月喺其官網發布我國月收入2000元以下人口約9.64億嘅文章，引述中共官方發改委及北京師範大學共同發布嘅《中國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21》，顯示中國每月收入1090元嘅人口達6億人，佔全國人口比重43%。每月收入低於2000元嘅人數高達9.64億人。好多人喺抖音發影片，喐啲就話自己認識嘅某某年收入過百萬，似乎賺錢特別容易，有錢人亦都非常多。但實際上高收入人群並冇咁多。喺中國嘅中小城市，月收入超過5000元嘅確實唔多，而喺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月收入低過5000嘅亦都不在少數。所以唔好以為大家真係都好富有，實際上都係為一口飯而努力謀生。呢位博主表示，喺上海亦都有窮人。市區最窮嘅一撥人，其實就係住喺市區老弄堂嘅人。呢度居住嘅大部分係國企嘅職工，攞住微薄嘅退休金，房子雖然係單位分配嘅，但只有居住權冇產權，幾代人住喺幾十平、20幾平嘅小房子入面，每個月仲要交上180嘅租金，有啲單位都已經倒閉啦，房子破咗亦都冇人收。如果家入面有個女仔還好，仲可以嫁出去，男仔根本唔敢結婚，連樓都買唔起，拆遷亦都唔知道要等到後年馬月啦。不得不說，上海嘅貧富差距都真係大。近年嚟，隨住中國經濟下滑、樓價暴跌，新型窮人正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蔓延。佢哋有房有車，看似衣着光鮮，卻係負債累累。有啲負債規模達到數百萬甚至上千萬。佢哋每個月要償還巨額嘅債務，甚至因為收入銳減，已經陷入入不敷出嘅窘狀。你哋能夠睇得出嚟呢個環境我係住喺邊度嗎？帶你哋嚟睇下，高樓林立，樓下居水馬龍。冇錯，我就係而家網上講嘅新型窮人。爐屎彈子表面光，入面麵包全是糠。以前嘅窮人係住唔起雅房，買唔起地，衣不蔽體，食不果腹。而家嘅窮人你係完全睇唔出嚟啊！一身名牌，喺城入面有房有車，表面睇得都幾強㗎。成日喺朋友圈入面曬美食加美景，睇落去非常嘅高大上，實際上四大皆空：口袋空、餘額空、錢包空、卡裏空。6位數嘅密碼保護住2位數嘅存款，有資產冇存款，光鮮亮麗一屁股嘅債。每個月工資一到，還完貸款之後就只係剩低0啦。有啲人你唔好睇佢開幾十萬嘅車，佢可能連200蚊嘅加油錢都攞唔出嚟，真係一啲都唔誇張。我哋屋企每個月就中間10日輕鬆啲，其他時間一睜開眼睛全是還款日，頭皮都發麻。所以話姊妹們，
唔好去羨慕其他人嘅生活。邊個屋企嘅鍋底都有灰，唔係人哋風光無限，而係佢哋嘅一地雞毛冇俾你見到。近年嚟，中國經濟唔景氣，好多人失業，收入唔穩定，喺按揭、車貸嘅壓力下，為咗維持生活，好多人被迫減少消費，降低生活品質。佢哋唔敢有多餘嘅娛樂支出，亦唔敢生病，幾乎所有嘅收入都用咗嚟支付按揭、車貸。佢哋每日都要不停嘅工作，生活覺得特別擔憂。因為一旦工作出現問題，失業或者還唔上月供，咁樓車就會被銀行收走，之前俾嘅首付同月供都要唔返嚟，多年嘅努力就會打咗水漂。最近啊，大家有冇發現深圳新型窮人越嚟越多啦？而且都係嗰種有車有樓、外表光鮮亮麗嘅人，實際上佢哋嘅微信錢包入面可能連100蚊都冇，佢哋開住10幾萬嘅車，住幾百萬嘅樓，但係就加唔起200蚊嘅油。佢哋扛住巨大嘅壓力，默默咁樣還住高額嘅房貸。其實佢哋嘅收入亦都唔低，就係冇錢。你要問錢去咗邊度啊？車貸、房貸、各種貸，仲要照顧上一代、下一代。你哋身邊有冇呢種新型嘅窮人啊？我哋打工人到底仲可以去邊度啊？杭州嗰邊飽和啦，江蘇嗰邊飽和啦，上海嗰邊工廠亦都飽和啦，武漢呢邊行情亦都唔太得，沿海4大城市都唔得啦。我哋打工人到底要去邊度？何去何從啊？可以睇到而家外面風好大，我而家喺外面，啱啱從嗰邊一個橋洞過嚟，好多人有屋企帶過嚟嘅被，裹住被瞓喺橋洞底下，因為外面揾工作唔好揾，但喺外面開銷又好大，好多人帶咗幾千蚊出嚟揾工作，揾到最後身無分文，只能夠流落街頭，甚至有啲人而家就係揾一啲日結嘅，能夠做一日係一日，為咗生活冇辦法。好多人仲背負車貸、房貸，仲有屋企入面嘅各種支出，唔知道有幾多人又要成為老賴啦。兄弟們，而家呢個時代真係越嚟越難啦，喺外面揾工作越嚟越唔好揾。我做咗咁多年勞務，今年係最難嘅一年，過完年都仲冇幾日，各大工廠都紛紛停止招工啦，都飽和啦。你哋話呢個係點解啊？到底係點解啊？大家好，歡迎嚟到時事聚焦節目，我係美玲。今年嘅兩會預計喺3月4日召開，而呢次嘅兩會可能會上演驚人嘅一幕，或將有至少10幾名中共軍方嘅高級將領缺席。呢啲缺席嘅人好多都唔係普通人物，而係中共軍方嘅實權人物。比如上個月底被北京當局宣布落馬嘅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前黨組書記、董事長譚瑞松。據報道，中航集團係一間主要嘅國防承包商同飛機製造商，名列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指控譚瑞松侵吞巨額公共財產，靠軍工吃軍工。咁樣問題嚟啦，呢啲人真係只係因為腐敗被捉嗎？要知道，中共軍隊嘅腐敗已經唔係一日兩日啦，貪污受賄、靠軍工吃軍工呢種事可以話係家常便飯。點解習近平喺呢個時候選擇大動干戈呢？從目前嘅情況嚟睇，習近平反腐嘅真正目的恐怕唔係要令軍隊變得廉潔，而係要確保軍隊嘅高級將領對佢個人嘅絕對忠誠。習嘅邏輯好簡單，邊個聽我嘅，邊個就能夠繼續留喺高位，邊個唔聽我嘅，邊個就得倒霉。過去2年已經有超過14名高級官員被懲處，而且呢次嘅整肅範圍正喺度迅速擴大。連國防部長董軍都被傳正喺度接受調查。雖然外交部否認咗呢一個說法，但如果下周嘅兩會上董軍冇現身，咁基本上可以坐實此事。回顧2023年，習近平就已經大刀闊斧咁樣清洗咗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上將同佢嘅副手劉光斌，而呢一次4名上將、8名中將、2名少將亦都相繼落馬，甚至連航空工業嘅一啲高管都被全國政協解除委員資格。呢一連串嘅行動表明習近平已經不滿足於清洗軍中嘅腐敗分子，而係要徹底控制成個軍隊。有意思嘅係，習近平自己亦都承認咗呢一點。佢舊年6月喺對軍方高層講話時強調，我哋必須堅持黨對軍隊嘅絕對領導，槍桿子必須掌握喺對黨忠誠可靠嘅人手中。呢句話有冇令你諗起邊個啊？冇錯，就係毛澤東。毛澤東當年講過，槍桿子入面出政權。而家習近平嘅呢番話同毛澤東當年嘅表述如出一轍。但問題係，
習真係能夠掌控住軍隊嗎？而家軍中嘅清洗力度之大，已經令到成個軍隊內部人心惶惶。要知道，中共軍隊本來就係講究利益嘅地方，好多軍官升上去，唔係因為佢哋有幾忠誠，而係因為佢哋會做人，會搞關係，會走後門。而家習突然大搞清洗，好多人唔單止害怕自己會成為下一個倒霉蛋，亦開始懷疑習係咪真係能夠帶領佢哋繼續往前走。有分析認為，呢場大清洗其實暴露咗習嘅深層危機，而軍隊作為中共政權嘅最主要支柱之一，習必須要確保佢完全站喺自己呢邊。嗰啲對佢唔夠忠誠嘅將領，自然成為咗第一批犧牲品。而呢場反腐嘅直接後果，就係軍隊士氣嘅急劇下降。大家諗下，一個部隊如果成日擔心自己頭上嘅上司會唔會被捉，或者自己會唔會邊日就出事，咁仲有乜嘢心思去訓練同作戰啊？華盛頓智庫國家亞洲研究局局長金漢森就表示，持續10年嘅反腐已經嚴重影響咗軍隊嘅士氣同作戰能力。即使其裝備不斷升級，但如果軍隊內部人心不穩，咁就算武器再先進，亦都只係擺設意義。據美國之音援引華盛頓智庫國家亞洲研究局局長金漢森指出，習近平本人亦都對中共軍隊組織實施同完成現代作戰任務嘅能力提出過質疑，稱軍隊患咗和平病。金漢森話：呢一切表明，習近平想要以武力奪取台灣嘅意願已經有所降低。對於以上內容，美玲總結為以下4點：一、習近平呢場反腐運動嘅真正目的唔係打擊貪腐，而係鞏固個人權力。二、兩會上可能會有更多針對軍方同高層官員嘅清洗措施出台。三、持續嘅整肅導致解放軍士氣低落，作戰能力下降。四、習想要武統台灣可能性越嚟越低。講白啦，習近平嘅呢場反腐唔單止冇令到軍隊變得更強，反而令到軍隊內部更加動盪。而軍隊一旦動盪，中共嘅統治亦就不穩啦。習想要靠槍桿子繼續掌權，但如果佢繼續咁樣搞落去，最後可能連槍桿子都唔聽佢㗎啦。接下嚟再關注一下美中關係。美國總統川普日前宣布，將從3月4日開始，喺原本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徵10% 關稅嘅基礎上，再增加10%。而就在此幾個鐘頭之前，中共商務部仲對外宣稱，中美雙方一直保持溝通。經濟學者分析，呢個唔只係一次單純嘅誤判，而係中共對國際博弈嘅本質存在結構性嘅誤解。此外，川普仲表示，將對來自墨西哥同加拿大嘅商品加徵25% 關稅，原因係嚟自呢啲國家嘅毒品依然不斷流入美國。早喺2月初，川普就曾宣布對中國商品加徵10% 關稅，並計劃對加拿大同墨西哥商品加徵25%。不過，由於加墨兩國承諾加強邊境管控，川普當時同意將關稅生效日期延後到3月4日。面對美方嘅新一輪關稅政策，分析人士認為，中共可能仍然停留喺應對第一輪關稅嘅階段，並未能預見美方嘅進一步行動。呢個顯示出中美雙方喺溝通上嘅明顯落差。經濟學者吳家龍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共的確做出咗誤判。佢認為，川普喺第一任期內就開始着手解決美中貿易失衡嘅問題，但中共就將呢一個視為一種政治施壓，始終採取報復性嘅反制措施。然而，中共始終冇真正理解貿易逆差國嘅立場，反而過度政治化，將關稅問題變成一場國家尊嚴之戰。呢個其實係一種戰略上嘅錯誤。佢進一步指出，當美方發現單靠談判冇辦法解決問題時，唯一嘅選擇就係持續加碼關稅，直到達成目的。旅美經濟學家王大衛亦都認為，呢個唔係單純嘅判斷失誤，而係中共對國際博弈嘅本質存在根本性嘅誤解。佢表示，中共總係試圖拖延時間，消耗美方壓力，希望令到問題逐漸淡化。然而，川普嘅策略完全不同。佢嘅做法係快節奏嘅極限施壓，唔俾中共任何喘息嘅機會。王大衛指出，中共以為川普因為競選連任需要經濟穩定，所以唔敢升級貿易戰。再加上全球局勢嘅變化，例如俄烏戰爭，中共或者認為美方唔會對自己太過強硬，於是選擇拖延戰術。但事實上呢種判斷係錯誤㗎。佢強調，川普要嘅唔係短期嘅讓步，而係結構性嘅變革。
美方已經全面推動去風險化，唔想再令中共掌握全球供應鏈或者金融影響力。因此呢個唔單單係一場關稅戰，而係美國喺全球戰略上嘅重大調整。值得注意嘅係，就喺川普宣布新一輪關稅措施嘅幾日前，2月24日，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話，並重申中俄關係唔受第三方影響。當日正好係俄烏戰爭爆發3週年，雙方喺通話中強調中俄係患難與共嘅真朋友，並表示要加強兩邊合作。根據中共官媒新華社嘅報導，呢次通話係應普京嘅要求安排嘅。3年前喺對烏克蘭發動全面入侵嘅前夕，普京訪問北京並同習近平會面。會後，中俄兩國簽署咗一系列雙邊協議，宣稱合作上不封頂。俄烏戰爭爆發後，北京聲稱保持中立，既未加入西方國家對莫斯科嘅制裁，亦未譴責俄羅斯嘅軍事行動，反而深化同俄羅斯喺政治、經濟及軍事方面嘅合作。無耐前，普京仲將中共稱為盟友。近期，川普積極推動同俄羅斯嘅和平談判，佢唔單止同普京進行咗長達1個半鐘頭嘅富有成效嘅電話交談，仲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稱為獨裁者。2月下旬，美國外交同國安高層官員喺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同俄羅斯官員就如何結束烏克蘭戰爭進行咗雙邊會談。烏克蘭及美國嘅歐洲盟友未被邀請參加。華爾街日報認為，川普突然之間熱情擁抱俄羅斯同普京，部分原因係出於戰略上嘅考慮。黃大衛分析，川普正尋求同普京建立更深入嘅合作，從而進一步孤立中共。呢個令到中共面臨美、歐、俄三重壓力。習近平選擇此時同普京通話，意在提前防範美俄可能達成戰略性妥協，並試圖強化中俄聯盟，以減少美方施壓同分化嘅空間。習近平亦喺度試圖阻止美俄聯手對抗中共嘅可能性。如果川普同普京達成某種程度上嘅協議，或者喺能源、軍事等戰略領域展開合作，中共將陷入極為被動嘅局面。黃大衛仲表示，川普同普京嘅對話可能不限於烏克蘭問題，仲涉及更廣泛嘅全球戰略調整。中共害怕嘅係美俄可能通過某種地緣政治交易或者經濟利益交換，令到莫斯科喺東亞問題上對中共施壓，或者喺關鍵議題上減少配合，以換取美國喺歐洲嘅讓步。佢話，總體而言，習近平同普京嘅通話係一種戰略防禦舉措，意在確保普京喺同川普嘅談判中唔會做出損害中共利益嘅決定。但與此同時，呢一個亦都暴露出中共對美俄可能達成妥協或者交易嘅高度焦慮。而川普選擇喺呢個時候宣布進一步加徵關稅，或者正係利用呢種焦慮進一步壓縮北京嘅戰略迴旋空間。好啦，以上係今日嘅全部內容，感謝你嘅關注，我哋下期再見。